先来做客慢言来了，今日来材料的美来宾呢，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可能睇媒體方有看過伊吼，因為伊喺台灣專門貼牌做得講係美嘅志祥藝術家鍾凱翔，非常凱翔。凱翔係漢人，可是從小在台北長大。對，出生之後就到台北。都冇講學嘅環境啊，哈，故說今日都本凱翔來練一下客語聽力。聽力測驗，聽力測驗以前還可以。也還做的。今日呢，佢難得嗬，我看過幾道凱翔嘅新聞，不過係貼牌認識到。訪問到我哋，今年呢，我哋也過貼牌吼，當然都係愛加入凱翔帶來嘅一道小物，重要的物品吼，來認識伊嘅故事。因為頭都講伊係志祥藝術家，和貼牌們嚟凱翔講要怎麼介紹比較好，因為你做嘅這種，如果你一般講嘅志祥，就是瓦楞紙。對，瓦楞紙我們剛才討論一下，底下發用嚟講吼，而且台灣做得講，係美業，都竟係係美業用。志祥就是用這種方法去呈現的話，對，是我自己在做的。為什麼啊？為什麼沒有人要跟着？除了你的學生以外？我覺得這個要有很大的熱忱去做，而且你要做很久很久，作品要累積一個量出來，大家才會比較知道你在幹嘛。對，所以如果你沒有真的很愛這件事情的話，我覺得不太會有人真的完全投入在這個項目裡面。也就不是沒因為這個媒材特別難。對，也不是因為這樣。不是。因為一般如果你是藝術家，你可能會想做木雕，或者是金屬的一些焊接的雕塑。對，以一個市場導向來講，木雕這種會比較好去讓別人收藏，但如果是紙箱，大家會考慮到，保存會不會有問題？那它來源是什麼？它是回收的嗎？開始有很多這些想法。對，如果你是一個藝術家做買賣的話，這會是問題。對。故說冇想過改配咧改別的媒材？沒有。我大學的時候，教授有跟我建議說，可以改媒材試試看，但我覺得這才特別啊。只有我做這個對，而且我在大學之前，我已經做高中就在做2-3年了，那我那些放棄不就很可惜嗎？對，所以我就還是堅持做我自己的這個材料。這也是一個利基。對，雖然它有一個對應的缺點，可是它就是你就獨特的啊。對，貼牌的槍唔做，假使我想我有一個貼牌的藝術品，我可能如果直接想到，假使我木頭、金屬，很多人可以選擇。如果假使我今天想要一個很特別的紙箱的藝術，大概就只會想到你。對。剛才你今日呢，都用凱翔帶來嘅物品來了解伊，現場處理不可能批號，對凱翔來講重要嘅。謝謝。哇，這個一塊綠底，現在很少人在用相簿了。對。這個是表示歷史悠久。對。這個是我幼稚園畫的一些動物，還有收藏的一些動物的貼紙。對，這邊是貼紙。貼紙。對，然後可以再往後看。往後看。我看。你畫的？對，那是我畫的。就是從小我爸媽是給我看動物頻道，因為他們喜歡，然後他們認為那是有知識性的，對我會很好。對，我就看很久之後，發現我也喜歡動物了。對，然後我媽媽就會帶我到圖書館借動物的圖鑑，我就把我喜歡的動物畫下來。很多男生那個時候都在畫漫畫，對，可是你是畫這個，對，而且要寫實的。你是要寫實的，對。可是大家其實那時候都想寫實，但沒有這個能力。你公母版 C 就底，你可以畫得很像嗎？你那時候知道你畫得很好嗎？不會特別知道。不會特別知道。因為我配的聲音的頭髮，沒有別的小孩畫的跟你一樣的東西，是這樣嗎？我記得幼稚園，你剛到教室的時候要畫畫，對，我都在畫鱷魚，我每天都在畫鱷魚，對，然後全班都會圍着我看我畫那隻鱷魚。到那個時候我才覺得，我好像有一點不一樣，對，但在那之前我是覺得還好，對。你有印象嗎？你第一次畫你就覺得非常喜歡，然後一直接着，還是那個時候其實沒好，那時候還不知道，只是因為我每天都在看這個。
所以我就画这个。我回想起来就是。我那个时候还是小嘛，我每天都趴在家里的地板上，因为地板很凉，很冰凉，我就觉得趴着很舒服。我每天趴着就在画画，每一天我的记忆里的每一天都在做这些事情。哦，对。爸爸妈妈没反对过？没有。哦。因为它不是一个坏事。对，因为我从小我也不爱看漫画，也不爱打电动，不玩电脑。啊，真的？真的，我就是只是画画。跟养昆虫，真的，你连电视其他的节目、漫画你都不喜欢的？对。哦，就是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。对。像过年回老家，可能我的亲戚小朋友们在打电脑，轮流打电脑。对。但我就是在画画。哇，从小就会安尼呢吼。对。好，刚才来就看天气好。佢上底了，也係幼稚園嘅時期，你感覺嘅水，也竟然係有才情嘅，有畫圖嘅水，這可以打開，這可以打開，可以。也係正經嘅標本，真的標本，對，獨角仙的標本，給予股嘅標本。這個是什麼時期獲得的？這個不確定是哪一支，該不會是你自己做的吧？這個是我自己做的標本，沒錯。但是我真的開始養是從小學我就開始養這個。对，怎么开始休假嘅机遇？这个机遇吗？对啊，怎么开始养？因为自然课不是要养蚕宝宝吗？但是我以前很讨厌蚕宝宝，我觉得很可怕，就是毛毛虫嘛，软的这样。对，我就跟我的老师说，我想要养帅气一点的昆虫。我的老师就说可以，你想养什么都可以。哦，对。然后那时候合作社刚好有卖鸡母虫。哦。对，然后我就去买来。然后去士林的一间昆虫店，去问那个老板怎么养这个鸡母虫。对，然后就本来是要养鸡母虫。哦，这就是独角仙的小时候。哦，因为我客语是讲给有菇，所以也是就是鸡母虫的。对，鸡母虫是它的宝宝的意思。对，然后它就是要吃新鲜的土。对，然后那个土。每2个月要换一次。它是吃土的。对，腐殖土。对，就是落叶啊跟树干刚枯掉，然后开始腐败的时候的这个土，他们是吃这个。对，然后呢，他就教我怎么养，然后我就照他教的方式这样养了半年。然后有一天我再把土挖开来的时候，我发现它不是白白软软的幼虫了。它变成一只硬邦邦的、很帅气的独角仙，它就这样往上看着我，往下看着它。然后独角仙在羽化的时候，它有一个味道，很像大自然、很森林的味道。你早上起床在森林走的时候会闻到的味道。然后我就闻到一股很强烈的那个味道。然后我小学5年级就觉得好感动，它从一个白白软软的幼虫。变成这么帅气的甲虫，这是怎么变的？对，就感觉到那种生命的奥妙或是美好。对，然后从那一天开始，我每一年我都会养独角仙，从卵、幼虫、蛹、成虫，它1年就是一个周期。对，我养到今年32岁，我每一年都在养。啊，都今年还在养？对，我今年还在养，我每一年都在养，我连当兵的那一年都在养。哈？对，所以是一次养1只，很多只，很多只，一次养很多只。对。哦，那它的成功率是高的吗？它其实算好养的昆虫。对。你小5第一次跟它相遇之后，就是完全没办法放弃，让年如会没办法，就是你每一年你在野外，你看到一只野生的独角仙的时候，你还是会好感动，还是会觉得好帅。对，就是这样，跟我喜欢画画一样。哇，你这个人很神奇耶，就是你凡是好的东西，你会一直维持呢。几多年这些时间来喜欢呀看事情，长大就换别的了。对，你没有哎，没有，还是很爱。我说亚黑，这是第一个标本吗？你不是第一个了。这个是我昨天从我的标本箱里面挑一只出来。对。我说算唔起出 Q 嘅一都扎嘅吼。数不完，太多了。32年嘞，32年。特别的它的宠物哈，过来看第3方对开上来讲重要嘅物品。好，谢谢。
好，哇，可以先看这一盒哈，这一盒对，也是可以打开的。他没有，他就是直接对，压路没标本的哦，对，要这样子，可以这样哦，一款都黑快熊去打做诶，对，这个是折纸锹形虫，对。这个就也是大概5年级的时候，不是这一只啦，但这个做法是大概我5年级的时候想到的。你5年级就做出了这个一模一样的？对，一模一样的。然后这个没得参考吧？就是因为当时我比较少画画，我在图书馆找到动物折纸的书，我开始疯狂的折纸，对，我折，然后放在手掌上看，可以360度去观察。我就觉得很满足，对，我喜欢观察动物嘛，对，然后后来养了独角仙，然后也养了锹形虫，它们都是台湾的甲虫嘛，养了锹形虫之后，我很想要折锹形虫，结果我就翻遍图书馆的书，都没有教我怎么折，我就很痛苦，每天都在想怎么折，对，然后有一天洗澡的时候我就想到了，我可以用3只纸鹤拼出来一只锹形虫。然后我就洗完澡，我就试了，然后就做出来这个。你是用3只纸鹤？对，这边是3只纸鹤，然后它的大颚有另外剪贴上去的。小学5可以做出安尼的东西，哇，很神奇呢哦。然后我就每一天都折2次，小5、小6、国1、国2，每一天都在折。哇，你很疯狂哎！我很疯狂，我发现一个事情之后，我会一直去做，重复的做，对，然后开始改各种配色啊，各种材质啊，就不一定是一般的色纸了，可能是美术社、美术材料行，我去挑我觉得适合的，对，然后做各种造型出来，对啊，台湾就有50几种锹形虫哦，台湾就有，就折不完了。然后你再加上国外的，你一辈子都折不完。哦，所以各种锹形虫你都想要把它折出来？对，小时候会这样想，后来发现不可能，对，因为折不完。哦，对，很神奇啊！还有另外一张。对，然后这一盒就是我今年，对我自己又试出来新的版本，这个叫长臂金龟，对，它一样是3只纸鹤，1、2、3、4只纸鹤了，对。你讲3只或4只纸鹤，我真的看不出纸鹤。但我要老实说，它是4张纸，4张纸，对，都出了个新研发的折法，对，那它其中它最特别的是它的手臂很长嘛，这是台湾的一种保育类的金龟子，叫长臂金龟，对，它这个的复杂点是我小时候很想折，但它的手臂实在是太长了。我没办法用纸鹤去折出这个比例，对。然后我今年就想到一个方法，我用菱形的纸，一般折纸是方的嘛，我用菱形的纸去折纸鹤，然后折出一个头跟尾巴特别长的纸鹤，翅膀很短，对。那我就把那个头和尾巴做成它的2只手。就是说，你技术的身材唔低吼，很用来做出来，非常的神奇啊！两人也替团陆地讲，也引点点哈，就艺术家有是把点点。我等一下，还一团我继续要用快上带来嘅物品来继续讲嘅故事，好，坐在先沙茶。纸箱也是纸啊，对不对？我就用那个材料啊，那些工具，我做了一只螳螂。我做完螳螂之后，我拿给老板看，老板说：“店里面又没有卖螳螂，你怎么会有螳螂？”他以为是真的。现在做客慢点来了，今日来材料的黑子熊艺术家从快上，好多快上又讲到对幼稚园开始，你都看得出，也给你一方面还过有才情的，可是很多人小时候的才能，长大其实并没有办法发挥。你如黑，你要说幸运也是哦，就会很可以一直很精进，一直发挥你那个从小就展现出的才能。啊，都压一套那样的 Q 用，我一步一步的，你看对幼稚园过时候慢慢的看出，跟你行的路有点注定那个讲哈，可是那个注定，两人都会要讨论，给一定要有几多的因素偏好。要说注定可能也没那么注定，可是
什么东西会引发你又去接触另一个有关的事情？可能你一步一步来看，三下来呢，你喺会场有带一本书，所以对你是非常重要的书。应该说，这一间电影特效公司，在我的生涯里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。对。你这是什么时候买的书？这其实是我朋友的一本书。对，他是在一件事情之后才把这本书给我的。对。那这个事情是像这间电影特效公司，他们就是早期做很多电影道具的。对。好莱坞电影公司，像《异形》《终极战士》《侏罗纪公园》，这些很经典的电影，以前要拍这些怪兽，那些恐龙，它没办法用3D 动画去做，对，以前还没那么强，所以他们是真的做了一件怪兽的皮套，然后人穿着或机器穿着去演这些电影，对，然后我小时候就觉得他们很厉害，他们把那些奇幻的东西做得那么写实。然后又可以遥控，又可以动，对，那对我来说是跟就是偶像一般的存在，对。然后我大学1年级的时候，我发现他们在他们的脸书的粉专，然后全世界的人会 po 自己的作品，跟他们分享。如果他们觉得很酷的话，他们会用他们专业的名义再 po 出来一次，然后会标记你的账号。对，我大学1年级，我 po 了一个我高中兴趣做的一个吸管异形，用吸管做的异形，对，只是好玩做的。我 po 了之后，大概半小时，他们 po 出来了，然后就标我的账号，我就觉得哇，被偶像看到了，太开心了吧。然后就想说要维持这个热度，我每3天就放一个作品上去，只要跟他们的电影有相关联的，我就放，对，然后每一篇都被分享，然后他们才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。这么多作品是同一个人做的，就是我。然后他们的一个共同的创办人就加我脸书，开始跟我聊作品。他用英文，我用 Google 翻译。我们就这样聊到我大2。他们觉得有趣的点是，他们用了很多人力、物力、金钱、时间去做电影道具，那有一定的水准，那个是可以预期的，他们觉得很正常。但我的作品几乎不花钱。因为都是一些可能回收的材料，但是就是我一个人用热情去做出来的，他们觉得这一点很有趣，他们就这样跟我聊，然后聊到大2，然后有一天他们就说有一个疯狂的点子，要不要来视讯？对，然后想说机会很难得嘛，对，那时候是凌晨3点，我跳起床，我把我的那时候自己租一个套房，我把我房间整理一轮，然后把作品一个一个摆好。然后就等那个视讯，对，然后画面一亮的瞬间，他们有3个创办人看着我，然后他们就很嗨，很美式那种，很嗨这样。然后原本其实我是班上那个一直很安静的那个同学，就上台自我介绍，我讲不出一句话那种，从小到大都一样。结果他们一欢呼完，我脑袋的一个开关就被打开了，我开始狂讲。英文，我们用英文对话，超夸张，不用 Google 翻译了，不用了，突然都好了，对，然后就聊了2个小时，他们把这2个小时的影片剪接成5分钟，后来在他们的官网上面，他们就架了一个网页，介绍我还有我的作品，然后还有那个影片，对，然后很多台湾人才看到这个东西，对，然后包含钢铁人的演员小劳勃道尼。也分享了那一篇文章，对，然后就开始有人找我去办展览，或是演讲，或者是找我定做作品，对，从那一刻我才觉得说我可以靠我的兴趣变成我的工作。对。你刚刚黑太后你眼神，对，大学2年级，大2的时候啊，提给之前你不知道你英文那么好哦，我从来不知道啊。哇，古时嘅那个奇遇哈，古时唔看到嗰度报道，可能也会讲到，迄快上迄对国外重回国内，很多都是这样讲。就迄先本外国人看到诶，而且是那么大的特效公司。对，哇，那个被看到，成就感真的被激励的感觉真的是很高诶。那个半年都像在做梦一样，都是一些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但一件一件都发生了。对，然后从那一刻我才开始
练习怎么马上跟一个刚认识的人介绍我自己，然后去介绍我的作品。可是台湾你眼神，你没可能安尼同爱聊天，不可能，我会坐在这边，一句话都讲不出来。刚刚差别过太呢？很大，我很多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都觉得反差实在太大，长得一样，但是是两个人。对。就算人家跟他讲的每个题材，你都可以聊了。对，都可以表现我的想法。对，有替配一练，然后那个练是为了你爱的这件事。对，我觉得关键就是今天要聊的是作品，那我有很多话可以讲。我可以从我怎么想的，到什么材料，到制作过程，这是我的热爱嘛。对。还有个呢，头都看到嗰度係些以前。看上咱国社的作品，人家人要看呢，也个是哇，很电影奖啊。这个呢，甚至是和前本特效公司发现，那个时候还没对不对？还没联系。还没。啊，入作为也个，讲是2012。对，2012作为作品。对，差不多。2011。跟他弄会做一条龙。对。我是在那个时候在昆虫店。我做了很多小作品，对，然后很多小动物大家都觉得我一定会做了，然后老板就说，不然你做一条龙好了。我花了半年做了这条龙，就是他这样一句话。对，因为我你想讲吃宽啊？我那个时候就是想要去读美术系，对，我要累积作品集，对，那我就是想法还不够多，但是时间很多。所以大家说，你会不会做什么？我就做。反正就是会累积作品，我就是要累积那个量。对，那这是高中的最后一件。可是我真给用亚条流考上了大学，因为那一年刚好，我的大学他不看学科，也不看术科，他看作品集，就刚好那一年而已哦，之后就没有了。那你做这条龙，你是有先画底稿吗？没有，直接做。所以直接做，我先做它的那个身躯盘旋的样子。对，重点是那个鳞片。那个鳞片是用打洞机一个一个打出来，然后每一片再稍微用镊子折中间有一条线，一片一片折，折完再一片一片从尾巴往上贴上去的。那为什么是选择用纸箱啊？因为贵是你会。对啊，你有很多东西，很多材料可以用，为什么会是纸箱？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。我不是小学在折纸吗？我后来国中开始去美术社买一些美术纸，对，美术纸，然后去做我的作品。对，那有一天我在昆虫店，我突然很想要做东西，但我没有带工具跟材料，我就用了老板的工作桌上面。他拿来做昆虫标本的工具，剪刀、美工刀、镊子、瞬间胶，这4样。我就这不是跟我做作品的工具很像吗？对。然后我又看了一下旁边有一个纸箱，我就撕了一片起来，纸箱也是纸啊，对不对？我就用那个材料啊那些工具，我做了一只螳螂。我做完螳螂之后，我拿给老板看，老板说：“店里面又没有卖螳螂，你怎么会有螳螂？”他以为是真的。然后从那一刻开始，我意识到一件事情：纸箱很适合拿来做小动物、小昆虫、竹节虫啊、螳螂啊，它们颜色其实跟纸箱都很像。对，然后我就开始用纸箱做各种小动物。哇，这关键点都会因为限制。当初也给某，然后你当初只有纸箱，你都拿了之后，结果变成台湾唯一的纸箱艺术家。我提片可能观众朋友我也讲过后期，因为刚刚凯翔讲了很多次昆虫店，对，昆虫店黑马给等下一路在太家去看那时，好，我来钓鱼下都做了现场。可能5点多去嘛，再开始做东西，他就会说他去吃晚餐，请我帮忙顾一下店。我就帮他顾一下嘛，对，然后他回来的时候都带2个便当，也帮我买1个，我没有要求过这些事情。
小学的时候是因为养独角仙的幼虫要换土，所以2个月我爸会开车来一次。对，后来国中我学会搭捷运，我就每个礼拜6就自己跑来。然后到高中，我为了这间店，我考在附近的阳明高中，就是我放学有空，我就可以跑来这边跟大家聊天这样子。这是阿文老板，对，宠物房的老板，老朋友。对，他以前都是下课来就在这边。他如果精神好的时候他就会看那个附近的废弃的人会丢外面，他再把它拿进来，然后开始想说要做什么东西，然后先画一个草图，然后再开始剪。对，然后每次剪起来之后，就是让我们很惊艳，哇，这个比例怎么这么棒啊？但是很完美，然后那种比例好像就是天生的，他就不用特别拿那种比例尺去1比1去把它做出来，对，而且它是可以把它放大的，放大比例还不会跑掉。这一次是国中的时候的作品，对，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那个10月10号连假完之后，他带过来送我。对，最可爱的地方在这边。2008，我那时候连时间都会写得超细。国中觉得时间很珍贵，因为你大部分时间在读书嘛，对，所以每个时间都分得很细很细。你什么时候要读书，要洗澡，要考试，要起床，然后到学校，那都分太细了。所以以前的那种时间观念就会觉得要记录得很详细，这样。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会来找我聊天。对，然后我就是用做作品的方法去跟人社交，就让别人觉得，我在干嘛，然后会想跟我讲话。因为我比较难自己主动去说话，我需要别人跟我讲话，然后我就会回答。我小时候是这样子，对。这是我以前高中的作品，那这些作品都是在店里面现场做的，就是每次放学来，然后会有朋友说，你会不会做独角仙？那我就当天把独角仙做完，对，那变成我的人生中的一个作品集。这只超大的。我很怕摔到它。生气哦，它被勾得很痛，因为它脚爪很利，他们就故意弄它，它就会抓很紧这样。虫磨坊是我纸箱创作的起源。如果小时候没有来过这边，就不会有今天的我。先来做客曼宁了了，我哋好多看到如喺佢上底睇下去到，一共喺嗰度擺嘅昆蟲館，好兩個昆蟲館。你很多作品都是在那邊做的。對。你是一開始是純粹很喜歡在那邊打混，對，還是是？嘿，咪睇盧卡州，我本爸爸媽媽嘛。應該說不想讓爸媽擔心，因為那是高中生嘛，應該要讀書啊。但你一天到晚在折紙的話，有幾率被念嘛。對，他們也會擔心到底在幹嘛。所以我都在昆蟲店去做這些折紙。阿姨能抵應該好，他們知道你喜歡。他們知道我喜歡，但不知道你花那麼多時間。對，因為他們原本的設定是，從小給我的設定是，只要我功課顧好，我要幹嘛都可以。所以我為了養昆蟲跟折紙，我很認真的讀書。我在高中之前，我都是班上前5名。嘿哦。對，但到了高中，我發現世界已經不同了。對，班上40個，我高一期中考20名，對我已經嚇壞了。然後我就花更多時間，然後去讀，結果期末考25，更低。然後我想說，我又沒有很愛讀書，我很愛做作品啊。我大學還要逼我自己再重讀一次高中的感覺啊。我覺得我不要，我花了半小時，我決定我要去讀美術系。在我高一的時候，我就做這個決定。對，那我沒有跟學校講，因為一定會被老師阻止。對，因為大家會說讀藝術以後會餓死。對，我覺得我老師會阻止我，也不敢跟我爸媽說。
我觉得他们一定会超担心，对，所以我决定只跟昆虫店的老板讲，对，然后他一听觉得完全可以理解，因为我从国小、国中折的那些小昆虫他都看过，他觉得做得很好，对，他愿意支持我，哇，然后就说你放学有空就可以来店里面做你的作品，没有关系。虽然他没有到很长辈，可是有那些泰国推支持，真的很重要的。很重要啊！像我放学可能5点多去吧，再开始做东西，他就会说他去吃晚餐，请我帮忙顾一下店，我就帮他顾一下嘛。对，然后他回来的时候都带2个便当，也帮我买1个。我没有要求过这些事情，他就突然会拿给我。对，就是一个支持，就是不用讲，但你看这些动作就知道他很支持你。哇！然后你对人都给看起来嘅感情係非常匹配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很多现在的好朋友也是当年就在昆虫店认识的。我们当时都是小学生，现在都长大了。对，都开始赚钱，还是大家都在养虫啊，有些跑去养鱼啊，有些跑去养毛蜘蛛啊，什么都有。但是他们都越来越专业，对，然后都有各自很擅长的工作或是兴趣，都编同好，你可以编。对。不过说，没胆枪热情呢，你也很有野心，对不对？你会想要推下给发挥到韩国台，让做出来的东西可以颠覆大家的想象。对，你要说我不行，我越要做到。有吧？你有这个？我是这个。刚讲，客家人说很容易说刚讲，然后有些人说刚讲其实是不好的形容嘛，好比较负面。可是你也有觉得你是这种刚红啦？对。哦，如果你讲我做不懂，我都会做的不能。你讲是你的事情，我还是要做我要做的事情。对。啊，还有嘞，你嘅主要的谋生方式就会认为，有像你做嘛个东西。也是接案做作品。对，主要现在就4个，一个是去学校演讲，然后有教学、教课、教折纸啊，教一些大学的工作坊，对，然后还有作品的展览，对，百货公司啊还是哪边的展览，对，然后最后一个是作品的定制。有吗？跟你接了。人家有这个邀请，可是你不想接的吗？就有一些，因为我还是希望以动物为主。对，以前有一个鞋子的品牌，他找我做活动，对，然后他就一开始是找我做一个2公尺的鞋子，我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我觉得那很久以前的事情，我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但是那个费用很丰厚。对，然后我还是很努力在跟他讨论嘛，对，但最后我就说服他，我做他 logo 上面那一只豹，对，我可以表现那个生命力出来，对，然后我说服他了，展出的时候他也很喜欢，对，因为那个显然就是一个比海厚太多好太多了，对啊，你只是鞋子放大的话，没什么太大的那个感受。对，我喜欢表现出一个生命力。可是啦，因为志雄会如何磨生命的东西，你就做一个磨生命的东西，就没嘛意思。对。很厉害哦！我一说服厂商，对，就会更有挑战性的东西。对很有良心的那个店家。对啊。我也喜欢那样子的。因为你可以尊重艺术品啊，你不是把它当商品。对。所以我不要简单做完。对。也很雅艺术品，我希望有挑战。对。没抢赚钱。对。好，剛剛嚟睇下都最物件團咧，如愛團開上腔下老師，對於特別意義嘅料理，嚟睇下錄啲係乜嘅嘢。好，先試下查。看都沒看過，然後他們就寄他們的標本過來，我打開是灰塵，我以為是灰塵，這個就是那個蟲。你的團廳要做嘅？對，要做那個，他要做放大版本。接來做客，歡迎來了，一個最美嘅劇團呢，我哋有團志雄藝術家從開上，佢下來說，對於有特別意義嘅料理，我哋就可能係奶紅河像處理夢本嘅人，好，多謝，竟然係白肉豬牛
对，酱下个重点是激酱吗？激酱，没错。哦，有时困难，看跟你的喜欢的味道有偏好吗？为什么你很喜欢这道料理？这小时候吃到就很开心嘛，因为那个肉很油，然后沾这个酸甜又有点清爽的感觉。然后通常我还会再加一点酱油，加一点咸，然后一起扒饭的时候，那个很爽。对啊，各种迄个台北台的，不过如迄过年啊，也得逢年过节，对，会都做去行做。对，新竹。行做刚刚生涯嘅谁做的？姑姑们做。姑姑姨呢会做爱那些料理。对对对。啊，你最有印象是这个青皮粉黑牙嘅？就是因为我在台北，我爸爸跟我姑姑也是住在一起，所以在台北的午餐晚餐也是我姑姑做。对，所以也是一定有这个。对，然后白斩鸡啊，然后这个啊，然后就各式各样。对。你刚刚贵行做过年的时间，你呢会讲客哈，长辈是讲客语。对。你就可能声音呢也不会管听不听得懂，因为你就会觉得大人讲话不是我要听的嘛，哈。对。就他们有在聊自己的事情。对，我会大概听一下，感觉一下在讲什么。对。但是我发现好像都跟我没什么关系。我就去，我们老家是3合院。对，然后平常因为没住人，所以会有一些杂草在中间，会有那个蚱蜢。我就去抓虫。你这点龟好虫嘞哈。跟我妹妹2个，然后去抓虫啊，去看啊，螳螂啊，蝴蝶啊，然后前面有小溪啊，还有螃蟹啊那些。对。你从小就伫这个还行业。对。就算跟客语其实没有那么近。对。但是因为你的亲戚爸爸也能鲁语讲哈，所以也就知道自己是客家人这样。没错。南宫感的某6个时间会熊员工，其实你还蛮以身为客家人为荣的。对啊。我觉得很特别啊。就小学的时候，大家老师会说，客家人举手啊，大概就只有我。偶尔会有其他1-2个同学极限了。对，我觉得我很特别，所以小时候就会这样想。对。你家提行一条路啊，感觉得出你的热情都还是一直维持住了。对。都没有掉下来的时候吗？可能像疫情的时候，案子变很少，会沮丧。对，是不是该怎么办？对，该怎么办？因为其实美术艺术是一个要社会很丰厚的时候，它会比较容易去经营的事情。比方说，我吃饱了，我才会去看展览啊。对，所以疫情的时候大家都过得不是太好。对，所以艺术相对的展览就减少很多。对，然后一直到可能我觉得到今年底有变好一些。对，不然我觉得大家还在恢复期。黑龙江波暗冲一直到2025要年底，那有过好一些。对，还在恢复期。黑龙按旧。对，就是很多厂商来问，但他问完之后他会考虑很久，然后最后还是没办法。但是你说在疫情前超快，大概马上决定就来做这个事情，对，时间就画下来。你可能今年初的时候，你今年的时间就都排好了。对。那到这1-2年，我就觉得还没到那个状态。对。我说只有天生抽神呢，只有现实造成的这种困难。可是你自己其实是一直努力想要走平。对啊，我沮丧的时候，我也是靠做东西变开心。对，像就是我工作是做作品，我工作完我还是在做东西。对。真的啊？你的休闲也是做作品？对啊，我有一个本子。里面写满我喜欢的动物，我只要这个月是空的，我就挑一只出来做。对。那些动物有几个？数不清。对，我看动物频道看到一些，哇，怎么会有动物长这样？它为什么需要演化出哪一些构造？好特别哦！我想让更多人知道它，我就会去把它做出来。没做过不是你没做过，是你喜欢的。我喜欢的。然后不管有没有做过。
我通常一个动物只做一次。啊，真的、啊？对，因为重复做的时候会疲乏。哦，就我已经做过了，我知道那个过程长什么样子，我知道它的成品大概会什么模样的。对我来说，新鲜感那一块是比较降低的。哦，对，所以比较不会去重复做同一个种类。哦嘿哦，刚刚我用的去了解，也个可能你根本没看过现实的动物。有啊，还是有，也有，像。我接过一个案子，是花莲的农改场，就农作物的农，改造的改，他们是做很多生物防治的，比方说他们种番茄会种一种类似寄生虫的东西，叫做银叶粉虱，一种虫，很迷你微米的虫，哎，我看都没看过，然后他们就寄他们的标本过来，寄了一个塑胶碗过来，我打开是灰尘，我以为是灰尘。这个就是那个虫，它小到不行，对，然后你的臀听要做给，对，要做那个，它要做放大版本，但是我肉眼去看这个根本没有用，对，所以后来他们寄那个显微镜拍的那种照片，对，解剖显微镜拍的，我照那个照片才做得出来，这个就是我完全没看过的东西，但我最后还是有把它完成。可是它只有照片啊，甚至某立体耶。正面、侧面，哦，至少有各个角度啦。因为我看都没看过。对。然后我做出来，我也不确定它真的长这样吗？对。但我一边做，我会回传给厂商嘛。我说，对，它就是长这样。我说，哦，真的吗？好，然后就很开心。刚刚你做久的，可能对于这种剖面什么都会有一个概念的。对，其实动物大同小异。对，就是该有的，人类该有的，他们也几乎都有。对，只是造型不同了。对。还讲你嗰种头都有讲，你可以选做骨架，过去挤上外面的这些骨骼、肌肉解剖，然后如果像穿山甲有鳞片，就是再加鳞片。对，然后一般来说，一般的动物我就不太会再加外面那一层。对，我就是以肌肉纹理当做我的作品的一个造型，对，你讲你平常时工作咩喺度做，也得通过休息咩喺度做，我说你是会，嗰种无时无刻不做这些耶哈。对，我真的一直在做，好神奇哦。就是我也收藏很多玩具啊，但都有一半以上是组装的模型，等于说。我还是拿着同一把剪刀在剪塑胶，然后再把它们粘在一起，也是一样，就是一直在动手。对，冇其他的嗜好。你养动物，养昆虫，还是昆虫哎？对，还是这一些。你在 Q 吗？给养什么昆虫？现在很多啊，竹节虫、甲虫。我有一个冰箱，它是温控冰箱，对，是恒温22度，可以养住在高山的昆虫。低温的昆虫，对。那养了是为了观察，还是就是当宠物在养？其实更多像观察。对，但是我太太就有更多的爱在里面，她觉得很可爱，他们的一些动作行为很可爱，对，然后也会让我去产生一些新的理解。原来这个可以是可爱的。像什么？像。毛毛虫它下到的时候，好，我解释一下，毛毛虫一条嘛，它前面会有3对脚，很短的脚，这是它之后蝴蝶的脚，然后它后面有像吸盘的脚，那个只是它肚子长出来的一个吸盘的，对，它这3对脚，在它被吓到的时候，它会把身体这样挺起来，然后这3对脚它会这样，原本我的理解就是他在害怕，但是我太太看到会觉得他这样很可爱，所以我太太有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些事情，她觉得有点委屈了，她就会这样，然后我就知道你在暗示我你在委屈了，然后对，然后我就会笑嘛，然后我们就又好了，这样，对，就是一些这种，他会观察动物，他会看到动物的情绪。他说：“你不觉得那只狗在皱眉头吗？”我想说，
狗会皱眉头吗？然后我就看很久，然后他说有啊，这时候就有，然后就对动物有一种新的理解。对，就是带入一些感情或是爱进去。原本我小时候就是观察独角仙怎么样去生活，这对我来说是观察，可能跟动物频道有关系。动物频道就是观察旁观者，对。但是我太太也是用爱在滋养他们，对对对。都好两个人有我喜欢动物韩国虫诶，有强下嘅兴趣啊，你嘅本人又去发芽，所以其实你们某种程度可以做，有强向嘅理想同爱，睇下看事情好。可是你什么很凶的走马给？我觉得你人生目前真的就是只有喜欢做你现在在做的事哎。对啊，像有时候像前几年香港有找我们去做作品，我们2个就是去现场，因为你在台湾做完要运过去更贵了，他们不如请我直接飞过去住几天，然后在现场做，然后就做，然后我们做完也会去逛嘛，我们就是以创作为主轴，但是可以借此去玩，都是以创作为中心点，然后再以这一点去发展其他的路线。对啊。今天很爱喝啥？露台高论，你想要过会省饭？对。哦，很好哎。对，很快乐。对。太好了。对。其他在看到几道几开出的作品，每次都让我们 blow our mind 这样子。谢谢。有没有比种高下快笑？谢谢，多谢。虽然没有饭，我吃黑哈。会吃完。可以，其实某归行呢哈，没有很咸啊。对。黑啊，酸归好吃的。啊，你自己会做菜？